006。白头壳仔来做寿，厝后的花园有一对白头壳仔来做寿，看因翁仔某仔出出入入，无闲试试，甲树仔枝、鸡毛、鸭毛，也是稻草咧起做新厝，准备要生摊后代。主人真有爱心，就利用因无伫咧的时阵，赶紧摕羊毛丝、棉线线、甲布油仔，甲因斗做寿，实在互人真感动。谁知过无2工，迄对白头壳仔煞无过转来，可是拄好的关心是爱心，过度的关爱是扰乱。